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，要將一切獻於神，將一切放在聖的祭壇上面，火柴在這裏顯現。這是十架道路，你願否走這個？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？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，對神你是否全正？當我們唱詩禱告時候，何等願說獻所有，但前面有更沉重的十字架，有更艱難的生涯。這是十架道路，你願否走這個？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？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，對神你是否全正？你要鞭子或中心都死，讓一切完全宣實，直等到永活主的豐盛生命，天天充滿在你靈。這是十架道路，你願否走這個？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？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，對神你是否全正？神的救法是由死得生，你與主合為一人。在十架你人生已與他同定，從你身活出他名。這是十架道路，你願否走這個？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？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，對神你是否全正？我們的得失並不要緊，神的旨意當留心。我們若將萬事都看於糞土，主才不會受攔阻。這是十架道路，你願否走這個？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？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，對神你是否